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嘅法院判處92歲嘅共產黨前高官比斯庫入獄超過5年。法庭認定佢犯有戰爭罪，涉及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義之後處死平民。比斯庫曾經擔任匈牙利內政部長。法庭仲確認對佢嘅其他指控，包括否認共產黨嘅罪行。比斯庫否認自己有罪，佢嘅律師話會上訴。匈牙利檢控官話，雖然比斯庫並冇親自開槍，但係佢同其他前共產黨高官向當時嘅匈牙利特別部隊以共產黨意識形態嘅名義下令開槍，報復喺1956年反對當時蘇聯支持嘅匈牙利政府嘅平民。警方向首都布達佩斯同紹伊沃圖爾揚嘅抗議人士開槍，幾十人被殺。比斯庫嘅律師話，今次嘅審判係出於政治動機。匈牙利軍警向抗議者開槍之前，蘇聯派坦克同部隊進入匈牙利鎮壓反政府起義。